喺心齋橋揾宵夜食嘅話，呢一間營業到凌晨6點鐘嘅中右衛門町烏冬店可以話係不二之選啦。烏冬嘅款式咧係好多，冷熱都有，仲有期間限定，而且烏冬嘅份量由半份到3份，粗幼都有得揀添啊！我哋就嗌咗明太子奶油拌烏冬，香味係好濃郁，而且啲醬掛晒面，真係幾正㗎。我哋仲嗌咗馬肉刺身同埋招牌鰻魚壽司。第一次食馬肉刺身呢，肉味係幾出，而且同個辣醬呢都好夾，好好食。仲叫咗2份麵嘅擔擔烏冬，隻羹呢，你睇下係直頭大過我塊面添啊！擔擔麵嘅香呢係撲鼻而嚟，而且有股後勁嘅香辣留咗喺個口度。最後我哋仲點咗烏冬雪糕，比我想象中甜，有啲似豆腐雪糕同埋牛奶雪糕嘅合體，可以一試啊！店裏面咧都好古色古香，你可以買一啲烏冬包返去自己煮添啊！下次嚟大阪記得試下啦〜